下一站我哋就會去到薩爾斯堡，參加薩爾斯堡一天遊。景點當然唔少得嘅係米拉貝拉花園以及莫扎特廣場。鐘樓嘅作用都離唔開睇下依家幾多點，又或者係今日幾多號。而捷克嘅呢一個天文鐘設計精密，仲可以睇埋日月星辰添。每逢搭正啊，仲可以睇表演添。緊接落嚟就會去查理四世大橋，欣賞布拉格舊城區嘅浪漫，連 Tom Cruise 都嚟過呢一度拍戲添。望住咁靚嘅風景，真係要停喺度慢慢欣賞啊！查理橋嘅呢一個位置處於低洼地區，河水泛濫嘅情況經常出現。自紀錄以嚟，喺2002年河水浸得最高嗰一次，就係去到白色位置嗰度，足足有成個人咁高啊！卡羅維法利溫泉區有一個溫泉療養院，據講溫泉水入面嘅礦物質可以有助治療消化器官、肝臟疾病等功效，等我都飲返啖試下先。同埋著名嘅聖史提芬大教堂。下一站我哋會去維也納嘅皇宮順布倫宮，呢度係昔日皇室人員居住嘅地方。皇宮嘅一磚一木，甚至連花園嘅設計都充滿尊貴氣派。每一日都有好多遊客嚟呢一度感受一下皇宮嘅生活。喺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呢一度未受嚴重嘅破壞，所以至今依然保留好多古舊建築。依家就登上觀光船，暢遊多瑙河。沿住河嘅兩旁，大家會發現好多布達佩斯嘅著名建築物。企喺蓋列特山上面，可以好清楚咁望到布達佩斯嘅多瑙河。就係呢一條河將整個城市一分為二。等我教大家分下邊一邊係布達，邊一邊係佩斯啦。左邊山勢比較高嘅就係布達，而右邊比較平坦嘅就係佩斯啦。依家我就坐住觀光船喺多瑙河上面欣賞布達同佩斯兩岸嘅景色，而喺我身後邊嘅呢一條橋就係著名嘅鏈子橋啊！喺咁好嘅天氣享受陽光，感覺真係好舒服㗎。嚟到漁人堡會見到好多貌似迪迪尼嘅城堡，感覺就好似去咗童話世界一樣啊！唔怪得知當地人話好多情侶都中意嚟拍拖，因為貪呢度夠晒浪漫啊！